Hello，大家好，Winnie 啊，今日介紹佛山嘅康費爾特酒店。呢間係行政套房，一房一廳。而家介紹俾大家睇，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呢間房先。好，呢度行入嚟一個大廳啦，有一個水吧位置，有茶啦。呢度有個衣櫃，亦都可以掛衫嘅。咁有拖鞋啦，有一次性嘅拖鞋都有嘅。咁呢間房呢，有梳化啦，有張按摩椅啦，不過按摩椅就要 scan QR code 俾錢先可以用嘅。咁有大梳化啊、凳啊，有張書台啊，有個細細地嘅電視啊。咁另外呢度呢，洗手間沖涼嘅位置就喺呢度嘅。toilet 啦，應有嘅嘢都有啦。跟住手揸花灑、頭灑，toilet 喺呢度嘅，咁得一個洗手間嘅啫，就唔會話有多個客廁啊，同埋另外一個房嘅廁所。咁呢間房就係雙床房嚟嘅，但係就冇窗，有張梳化，另外有個細細啲嘅電視。咁呢間房呢，喺 Trip.com 度訂呢，就係399蚊，已經包埋稅㗎啦。咁如果大家喜歡佛山呢間酒店嘅，可以自己經 Trip.com 度訂呢間酒店嘅行政套房 ，total 係399蚊嚇，咁就係港紙價。喜歡 Winnie 嘅介紹，希望大家撳訂閱，撳個 like 同埋，最好就係 share 俾啲朋友一齊睇我嘅頻道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